我明㗎，明咩？我明你點解唔發脾氣咯。越爛嘅牌就要越俾心機打，發爛渣冇用㗎。記住人品好，牌品自然好啊！成日睇電影以為打麻雀淨係為埋博輸贏，其實而家一班10幾20歲後生有專門唔涉及金錢嘅青年麻雀比賽。呢個就係香港麻將總會主辦 U25 麻雀精英杯，今年第4屆，參賽16至25歲，今屆64位學生同場切磋。麻雀係我國流傳百年嘅傳統國粹，唔好淨係將佢同賭博掛鈎。比賽全程採用衛生麻雀規則，完全唔牽涉任何金錢輸贏，純粹屬於努力技藝競技。傳統麻雀館煙味勁，焗到人唔舒服。呢度全程禁煙，坐幾個鐘都自在。我同同學打牌從唔落注，最多輸咗請大家飲汽水、奶茶，只係單純聯誼。打麻雀要不停記牌，記剩餘牌張，好好訓練邏輯同記憶。好多資料講，長者多打麻雀動腦，能夠有效減慢認知衰退，對大腦健康有益。私下玩有時會練盲摸認牌貪好玩，但正式比賽唔準，想贏始終靠策略同記牌。今屆20歲大學生阿輝憑沉穩冷靜打法脫穎而出，奪得少年雀王。舉辦青年賽事就希望扭轉大眾刻板印象，證明麻雀可以脫離賭博標籤，以健康競技形式將呢項國粹傳承俾新一代。